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下 Ernest Ideologies 入邊嘅其中一個 Technological Pragmatist 科技實用主義者。首先呢，同大家介紹下佢啲咩重點先。佢嘅觀點係講緊數學係無可置疑、非常之有用嘅知識。佢希望學生能夠達到大眾認為一般需要學習嘅數學水平，所以喺學習同埋教學方面都比較注重技能嘅獲得同埋技術嘅傳授。希望最後能夠喺公開考試啦，能夠表現翻學生是否能夠達到佢哋相應嘅水平。而高中應該係講緊香港嘅 DSE 啦。喺 DSE 嗰度，佢嘅課程亦都講明咗學生應該掌握咗邊一啲嘅學習重點啦。例如指數函數呢一課，佢需要能夠有理指數嘅運用啦。例如側邊嘅公式運用。所以每年嘅公開考試都會有一條有關指數運用嘅課題。咁我今日講嘅就係咁多啦，多謝各位。